加拜加拜，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里马朱马，我是来自拉拉兰部落的达米古。拉拉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东太麻里乡的新香兰部落。那也期待透过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达米古生活周遭古教的族语，还有跟朋友们一起聊天会用到的族语。那借由简单的生活化的有趣味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排湾族语有哪些内容。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的意思呢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学族语，一起回家说族语，一起来分享排湾族的族语。阿里，走吧！阿里，让我们来一起学习今天的第一个单字吧。第一个单字是 lima，lima 呢是手，同时呢它也是数字5的意思。我们说到这边，我们就顺便来教一下1到5的排湾族语怎么说好了。1是 ida，2是 lusa， 3是 jelu，4是 sibat，5呢就是 lima， 就这样生出来 lima 就是同时也是手的意思。好 ida lusa jelu sibat lima。 好，那我们如果要说我有5支笔 lima aku imbits， imbits 就是笔的意思 lima aku imbits。 好，接着呢我们教的下一个单字呢就是石板屋，是不是很有兴趣呢？石板屋这个单字呢，它是从石头延伸出来的。石头呢叫嘎起来，嘎起来，就是后面的那个 LJ 同样是有微笑音，嘎起来。所以呢，中间加了 in 这样的中缀词，就变成给拿起来，给拿起来就是石板屋。那如果我们要讲说石板屋这个家，我们可以说给拿起来啊屋马。给拿起来啊乌马就是石板屋，也可以是给拿起来啊乌马。好，那如果他们要在山上盖石板屋，可以怎么说呢？乌里就是将要，他们要在山上盖石板屋。乌里是马乌马迪亚马祖多啊给拿起来以嘎杜，嘎杜呢就是山上，嘎杜山。好，以有点是那种地方的介系词的感觉，以嘎杜。好，乌里斯马乌马，斯马乌马就是盖一间家，制作一个家的意思。好，乌马我们的节目名称嘛，朱马的乌马也是家的意思。乌里斯曼乌马迪亚马祖就是他是迪马祖，他们叫做迪亚马祖。好，乌里斯曼乌马迪亚马祖都要给拿起来以嘎杜，就是他们要在山上盖石板屋。好，刚刚说的嘎起来就是这个石头的单字。那如果我要说路上有很多的石头，可以怎么说呢？很多呢有2种说法，一种呢专门指物品的很多，就是这里有很多吃的东西，很多菜，很多物品，好，可以用li咬。但是如果我要讲说很多人，我就不能用li咬咯，就要用九卢布。九卢布是形容很多人的多。那如果要讲物品的多，就用li咬。li咬啊，嘎起来以加兰，加兰呢是路，道路的意思。阿豹有一首歌就是加兰，好，加兰。好，li咬啊，嘎起来以加兰就是路上有很多石头。好，接着呢，在山上，很厉害的人，同时也会很有能力的人，他会狩猎。狩猎这个单字呢叫 gemalup，gemalup， 好，或者 amalup， 那有歌的音就是 gemalup，gemalup。谁很会狩猎的人，在山上很有能力，很知道怎么跟山林共处的人，叫做什么呢？就是猎人或是勇士，叫做奇努南。奇努南。奇努南呢是拥有很多特质的人才配得称为奇努南哦。好，他在部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奇努南不只要懂得山上的事情，他同时也要是一个很会照顾部落的人才配得称为奇努南。好，我们如果生活化的来学这个句子，可以看到这边，猎人如果去山上呢，就会带芋头干。好，就把很多的字放在里面哦。好 ，nu 就是如果嘛，猎人如果去山上会带芋头干。nu vaik a cinunan a semagadu gemachu da araj。nu vaik a cinunan a semagadu gemachu da araj。araj 呢就是芋头干的意思。
那格玛出就是带着什么东西外带的那个意思。好，什马嘎杜就是去山上或是马嘎杜。好，努外克阿奇努南就是如果猎人去山上阿什马嘎杜，格玛出达阿拉吉会带芋头干。好，这个比较长哦，但是跟奇努南的特质也很有关系。奇努南努阿亚马万纳那马拉邦啊杜阿瓦维达格茨温南嘎杜阿西吉。好，这里讲到了很多，就是山上的那个猎物，就是会狩猎的动物是有哪些？像是瓦维就是山猪，山羌叫达格茨，山羊叫做西吉，然后水鹿呢是温南。好。奇努南努阿亚马万纳那马拉邦啊杜啊瓦维达格茨温南嘎杜啊西吉，就是排湾族的猎人呢，必须要抓过什么瓦维山猪、达格茨山羌，还有温南水鹿跟西吉山羊，才能够配得称为猎人。好。那学习呢？学习很多事情，学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 gidulu 这个单字 gidulu， 比如说 gidulu 达比乃瓦呢，就是学排湾族语，学习族语。那我喜欢学族语，可以怎么说呢？喜欢叫简而来，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简而来阿根阿 gidulu 达比乃瓦呢，就是我喜欢学排湾语。你喜欢学排湾语吗？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单字，希望你会喜欢。马萨鲁，拜拜。